您是厂长吗？啊，我是居喜。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居喜跟我说了，我不同意，我家也不会沾这个光了。你快走吧，你。厂长，厂长，这家人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？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穿的我的衣服啊？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衣服都特脏了，是居一喜帮我找的。居一喜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居一喜的姑姑的孩子？不是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居一喜这是学习雷锋，在做好事儿呢。居然敢骗我，我头长损账！等等，我爸什么活都会干，能不能让我在你家当保姆？你跟他们说说，我不要钱，管吃管住就行。不行，都不行啊。小楚，那咱俩只能去麻烦居一喜了。哎，不，等，你要去找谁？居一喜啊，你会干嘛？我什么都会干啊，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房间，还有喂鸡喂兔子。你们家这菜园子啊，我全包了。不要钱？不要钱，1分都不要。这个小孩子需不需要特别照顾？不需要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小楚可乖了，我吃什么他吃什么。那还挺划算的啊！哎，其实吧，我们家真的特缺一个保姆啊。2个月前我们家有个亲戚来干过，后来他走了。你看到现在还没什么保姆呢。我呀，那你要是不要钱的话，可以考虑。不要，1分都不要。那怎么？哎，这什么这？哦，你是不是怕我说了不算呢？不是，刚才吧，他们都轰我们俩。哦，放心吧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一会儿你就知道谁厉害了啊！好，走。哎，不行，你们俩先在这等会儿，我先去说一下，行吗？哎，等着吧。啊。小楚啊，我们俩有救了，咱俩就在这儿等爸爸，也许爸爸就要上这儿来。如果爸爸看见你之后啊，绝对不同意把你给人，咱们呢还能照顾爸爸。哎呦，小楚太好了！哎呦，高不高兴啊？啊！话是说得很啊，这等于一点余地也没留啊。可是你老是在这值班室睡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我都想好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先让他在我那儿住着吧。等哪天他和他爸见了面，咱们再想办法给他送回去。说的也是，这他爸万一要是不来，那他也就不会待了。那明天就见分晓了呗。用不着明天，我在保卫科已经看见过名单了，上面有他爸的名字。那你们赶紧跟他说去啊。没辙了，怎么着也得过去一趟。哎，不过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几个都得帮我打掩护啊，不能老是我一个人去打饭。那万一让厂长知道了，还不得把我给吃了？你说你呀，你就是老抹不开面子。你不喜欢彩琴，明跟他说不就完了吗？省得他一天到晚老缠着你。我也得赶呢。厂长他老婆专门为了这事儿去过我们家一趟，我妈都同意了，吓得我1个多月都没敢回家。那总得解决吧？先拖着呗，拖到哪天彩琴急眼了，不再理我了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来，先回家。那行，那你慢点啊。哎呀，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说你一个丫头家的，你懂啥呀你啊？这可不是什么多一个人2个人吃饭的问题，这是政治问题，你懂不懂啊？对你爸说的对，现在处处都讲政治，那连我们服务社啊去进货，到县供销社还得背段毛主席语录呢，更何况他是牛鬼蛇神的孩子。那我都已经答应了。彩琴，爸妈说的对，咱家是缺保姆，奶奶岁数大了，她又不是黑五类的子女，咱们何乐而不为啊？
你要是不好轰他走，让你嫂子去。不行，怎么了呀？你们这都是怎么都突然讲起政治来了？那现在这是在家，又不是在外边，那你们怎么都不把这儿变成一个办公室啊？真是的，楠楠，你说呢？看上去他会干活。婷婷，这可是奶奶说的，奶奶放话了啊！爸，连你妈都同意了，那你要是不同意，那你就是不孝顺你妈呀。妈，你肯定同意对吧？您说您怎么会故意的制造婆媳矛盾呢？是吧，妈？好了好了，行了，我得去赶做饭去了。彩琴，好，你不准说话啊！爸，你表态吧。好了好了，就你事儿多，咱们约法3章。第一呢，不允许他跟外人讲他的出身。第二，不允许他到处乱跑。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的活啊，他全包了。你们可以进来了，真的。哎，等等，咱们要约法3章啊。哦，好。第一，不许随便跟别人说你们的出身。哦，好。第二，不能随便乱出门。好。第三，家里的大活小活，洗衣服、扫地、做饭、照顾奶奶，你全都得包了。行，没问题。第四，哎，不是约法3章吗？还有3章。哦。哎呀，第四，我的房间要特别的打扫，我的衣服要单独的洗，不能跟别人掺和在一起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第五，做饭前要先问问我爱吃什么。好。第六，不是第六，我还没想好呢，我想好就告诉你啊。好，你想好了以后，随时告诉我啊。那走吧，小主，咱们有地方待了，亲我一个。坏了，肯定是他以为我不想帮他了。这下好了，我们有了住的地方，没准儿就能看见爸爸了。真乖，眼睛睡啊。哎，奶奶，早饭好了，我叫他们吧。不用啊，不用。哟，饭做好了啊。做好了，做好了。饿死了，吃饭了，来尝尝。哎，好。素春呐，坐下来一起吃吧。不，我不习惯。这不习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不习惯就是不习惯呗。哎，爸，你也真是的。那昨天晚上不是还不让他进门呢吗？他喜欢站着，就让他站着呗。哎呀，现在是贫下中农说了算的时候。这城里人能来咱们家给咱们当保姆，那是咱们家的荣幸啊。哎呦，说实在的吧，像素春这样的出身，有个地方吃饭就不容易了。那换成别人家，谁也不敢收留他，对吧？是。我说保姆啊，咱以后能不能不熬这个大碴子粥了呀？没人爱喝啊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熬了啊。这大碴子粥多好喝呀！你是怎么熬的呀？我4点钟就起来了，我在这个粥里啊放了一点碱面。起得那么早啊？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出去看什么呀？妈，您这说话怎么总是半截儿啊？哟，这
晚上换下来的衣服和床单，今天早上就都给洗完了。真能干啊！怎么样？哎，没白流吧？保姆，哎，素春，阿姨，您叫我啊？你会做被子不？会。那好啊，你待会儿啊去问那个彩琴她嫂子，她这拆了6、7床被子，到现在一床都没做上。阿姨，明天啊我就给您做好了。那好啊，哎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慢点啊。哎。哟，小鼠啊，大姐啊，得去做饭了。你是跟大姐一起去呢，还是在屋里玩啊？大姐，我想吃鸡蛋。小楚啊，现在可不行。来，人家家里的鸡蛋都是有数的，咱们刚来，大姐以后再给你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嗯。奶奶，捡了几个鸡蛋呀？哎，奶奶，我有件事儿，想要求您，行吗？没啥不行的。我想麻烦您问一下厂长，最近来咱们农场的走资派里面有没有我爸爸呀？我爸爸叫赵雨初。赵雨墨，我也问不了。淑村呐，你这菜味道整的不错呀，比你阿姨整的可强多了。吃饭还堵着呢。保姆啊，哎，中秋节我放你几天假。听说你们城里边有专门洗那个呢子衣服的地方啊，到时候你把厂长那件呢子衣服啊拿城里洗洗去。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。这呢子衣服穿着是挺好，就是太吃土，没法洗。我会洗。那呢子衣服吧，它不能沾水，沾了水之后就不平整了，得用那小棍儿敲打它，最好是在冬天的雪地里敲打它，出来之后啊，就跟那新的一模一样。这领子上的油腻啊，得单独处理。我爸的呢子衣服啊，都是我给洗的。厂长，您的呢子衣服就交给我了。好，这倒挺好啊。我吃完了，我呢一会儿还要开会啊，我先走了。您再吃点儿啊，我吃完了啊。哦，哎，这慢吃啊。这丫头挺能干的，哪像大商家的孩子。妈，这城里人见多识广的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厂长，您等一下，